大家好，我是丁颖。一提到国歌，你脑子里是不是马上想起那句非常熟悉的呐喊：起来，不让做奴隶的人们。这首义勇军进行曲，几乎每个中国人都是从小唱到大。它旋律降昂，节奏高亢，听了让人热血沸腾，仿佛随时准备冲锋陷阵。可你想过没有，这首歌为什么能成为中共国歌？它的背后又隐藏着什么秘密？今天我们就一起来扒一扒这首义勇军进行曲。首先，义勇军进行曲一开始可不是奔着国歌去的。我们把时间倒回到1935年，那时日本侵华步步紧逼，东北沦陷，华北告急，民主存亡危机弥漫整个中国。上海的电通影片公司拍了一部抗日电影叫《蜂拥儿女》，讲的是知识分子觉醒投身抗战的故事。电影需要一首能鼓舞士气的主题曲，于是电影的编剧田汉和配乐聂耳自然成了主题曲的创作。田汉是一位作家，受共产主义思想影响很深。聂耳呢，则是年轻的作曲家，才华横溢，当时只有23岁。他们联手创作了这首充满战斗激情的进行曲。这首歌一出，立刻在民间流传开来，广泛传唱，成为抗战时期鼓舞士气的主要歌曲之一。1949年，中共建政，选国歌成了当务之急。在几百首候选的曲目当中，义勇军进行曲脱颖而出，这看似意外，实则合情合理。为什么呢？因为这首歌充满了中共喜欢的革命元素，歌词里的冒着敌人的炮火前进，完全呼应共产党的斗争哲学。而不让做奴隶的人们这首也刚好切合中共号召底层人民起来造反斗地主推翻旧社会的需要。更何况田汉、聂耳都是红色背景，他们都是中共党员。义勇军进行曲的出身可谓根正苗红，这首歌自然也就被选中，成为中共国的象征。但当时是以代国歌的名义临时使用，直到1982年才正式立法确立为国歌。现在我们来仔细品品这首歌的歌词，短短几句话里面，看看到底藏着哪些值得深思的讯息。第一句，起来，不让做奴隶的人们。这句话振聋发聩，是整首歌的灵魂。但你有没有想过，奴隶到底是谁？抗战时，他针对的是侵略者，号召国民起来反抗，不做亡国奴。可中共上台后，他被重新定义为受地主资本家压迫的都是奴隶，变成了反对封建主义和帝国主义的口号。中共用这句话怂恿农民起来斗地主、抄家抢财产，把整个社会投入到你死我活的阶级斗争中。但讽刺的是，到了今天，老百姓若真的不愿做奴隶，刚喊出这句歌词，反倒会被封禁。比如2022年上海封城期间，民众用这句话表达对极端防疫政策的不满，结果微博直接被封杀。起来，不让做奴隶的人们这个话题相关的帖子迅速被删。国歌什么时候必须唱，什么场合不能唱，奴隶的听从组织的，否则你就是专政的对象。下面我们来看这一句，把我们的血肉做成我们新的长城。这句话听起来壮丽无比，但进行一想就不寒而栗。长城是中国的象征，代表抵御外敌，可这儿说的是血肉长城，背后是活生生的人命堆出来的。抗战时，无数人真的用生命守住了自己的家园，可到了和平年代，这句话被中共拿来当宣传，动不动就要求老百姓牺牲一切。结果呢，大跃进、文革，多少人成了血肉，却不是为了什么长城，而是为了某些人的权利。8964天安门事件，大学生手拉手想筑起一道
维护民主和自由的长城，但遭到的是中共用军队、坦克和机关枪的血腥镇压。据中共公开资料显示，从1949年建政到今天，因各种政治运动非正常死亡的中国人高达6033万人，超过整个二战的死亡人数。中共真的把数千万老百姓的血肉做成了维护中共政权的长城。这哪里是长城，这是用百姓的命砌出来的权力碉堡。我们再看下面一句：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外敌入侵时，中华民族危在旦夕。所以抗战时这句话没毛病，但今天不是说国家已经很强大了吗？不是说岁月静好吗？怎么依然天天喊危险？事实上，这句歌词成了中共灌输亡国恐惧症的工具。什么外国势力、反华分子、敌外近代势力，这些名词一出，就能马上让人产生敌我意识，把内部矛盾转换为外部敌人。但你细想，真正的威胁是谁？是文化传承了5000年的中华民族，还是那个反人类、反传统的中共？中共靠谎言和暴力起家，亡党危机感迫使他一路斗、杀，而且还要将暴力革命进行到底，直到实现共产主义的终极目的，毁灭全人类。我们再看这一句：冒着敌人的炮火前进。这句最能点燃热血，像是战场上的冲锋号。问题是敌人到底是谁？一开始是日本，后来是国民党，文革时是右派反革命，今天是美帝、西方媒体、维权律师，甚至是自己的国民。说到底，中共需要树立一个敌人，才能让统治合法化，让人民继续服从。这首歌把中国人训练成随时准备冲锋的士兵，可谁知道自己冲的是哪个方向？是为了国家，还是为了某个政权的权利？这让我想到最近在大陆爆火的电影《哪吒2：魔童闹海》，其中有一句非常经典的台词：我活不活无所谓，我只要你死。中共国歌就是要把百姓塑造成要么做中共的韭菜顺民，要么自愿牺牲做炮灰。国歌的词作者田汉，因他在剧作中有载舟之水要覆舟、为民请命等词句，在文革时被打成右派，曾经被迫趴在地上喝掉自己的小便。1968年关押致死，无人敢去收尸，死得很悲惨。而作曲的聂耳，则在1935年为国歌作曲不久，就在日本溺水身亡，年仅23岁，可谓英年早逝。创作中共国歌的这两个人，一个惨死在自己人尸手，一个早死在异国他乡。按照中国老百姓的说法，都不得善终，结局很悲惨。义勇军进行曲表面上是为了民族、为了自由、为了反抗，但它被中共赋予了革命、斗争和暴力的内涵，甚至是对政权的无条件服从。歌曲创作者的初衷是让中国人不再做奴隶，活得有尊严。而今天的中国人真的站起来了吗？真的不做奴隶了吗？当你看到在政府大楼前为讨薪而下跪的农民工，当你看到为生计对城管下跪的小商贩，当你看到唱国歌找风景的民众，你会不会重新审视这首国歌背后的用意？这样一首满是杀气、斗争、牺牲的军歌，它没有表达中华文化的延续，也没有呈现和平与希望，更多的是战斗的号角、命令的节奏，用它来作为中华民族的象征。观众朋友，你觉得合理吗？感谢收看这期节目，我是丁颖，欢迎留言、转发和分享，咱们下期见。